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人有名堂。今日来到嘅好山好水嘅花莲，有請到嘅來賓啊，就是有個有緣投嘅義珍哦。義珍本名叫做王義珍，係喺花蓮富里竹田村出世嘅。考上台大政治內過後，將離開花蓮，來到台北讀書。喺台大讀書期間，還擔任籃球教吹嘅吹總。因這一類緣分，本人選做球鞋廣告嘅主角。按呢就行上了演藝之路。好棒！我现在呼吸的呢就是故乡的风，闻到故乡的风，整个人就感觉心旷神怡，非常的舒服。那爸呢就是道道地地的花莲人。那我祖父之前那一代呢，其实我的本姓姓王，是从山西太原那边过来的，所以应该是属于太原堂。那妈妈呢就是道道地地美浓的客家人哦。据我所知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他姓林，所以应该是西河堂。義珍嘅爺愛都係軍人，喺軍中上識上練，係富里前有名嘅風雲人物咯。義珍講啊，富里係一個又正又淳樸嘅學長，不過講自家小姐都唔拉詳細，佢還特別請一個范理事長來聽書。安志誰啊？范副總，哦，客家也是熱情啊！哦，咁范副總，係咪唔想翻衝嘛？係啊，跟人同好嘅嘛個同。我哋雙方嘅同學都果片堂，果片堂。阿公過來有80年，哦，有80年咧，哦，有4胎咧，係啊。有4代人咧。古說你喺姜是都要姜出來。我哋啊出世。哦喲，古說你對比較懂情處啊。對啊，在這裡。不過後你哋視察，to any 都要提防啊，吼，停下來。你有冇會停下來？停下來就算富里鄉嘅所在，係巴東陽人地方吼，看得到玉山啊，乜街？玉山看得到玉山誒，在這個地方。3950人工廠哦，3952，是這兩塊。都兩位啊？哈，哦，夾哎呦，將什麼嫩骨該做嘅咧？在兩個山腰，算山腰中間看到冇？有個小小的那個山頭，有看得到。該就係玉山。佢哋台九線檔就看得到玉山，真嘅係本大家當歡喜呀！富里就啲中央山脈，還有海岸山脈之間嘅華東山脈平陽峰，係個富里嘅一項重要特產，就老義珍家爸當有關係咯。看到兩寶嘅啊吼，結實累累。對啊，哦，還有個全部要綁下來，非常飽滿的感覺。係啊，當特別嘅。富里鄉係富里米吼，富里米全國有名吼，因為也吼農會估計到收嘅東西就品種139嘅。哦，啊139嘅特色，跟住外頭。個啊年紀，不過佢米特別較稠、較硬，注意咧粒粒分明，粒粒分明。你富里鄉農會有前期啲咩嘅總幹事啊，賣啥嘅？啱唔啲？佢義珍家爸你啊！哎呦，你爸爸阿姨，按槍哦，就按雜批啊！啊真嘅咯，佢就按雜批，佢用嘅你啊，富里米會有出色，就家爸打下來嘅基礎。富里鄉的竹鐵村竹田，其實就是我自己的故鄉，也就是我爸爸出生成長的地方。那東竹國小呢，我在那邊一直念書，念到小學3年級，所以差不多就是在我10歲的時候呢，又因為爸爸職務調動的關係，我就搬到了花蓮市區。義珍家爸對軍中退伍過後，就擔任富里鄉農會總幹事。雖然啲富里嘅生活爭短短10年，不過就係義珍最難忘嘅快樂童年。來到這邊呢，這就是富里鄉的竹田村，就是真正的我小時候這個成長的地方了。我真嘅咯，對，看到 F4在那邊，該罵啥？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啊。哦，農會的好朋友係啊。哦，來介紹一下，來介紹一下。你好，柯老闆。好多媽咪啊，喜歡我呀，我也喜歡你。你講我個馬甲面，吃你沒吃啊？時尚的吃呀。那你的堂號是人家同會嘛？喜品堂跟曹希平有關係嗎？喜品堂係啊，我係第一把學到。誒，一睇講，請問你姓乜啊？香麗，香麗，麗乜㗎？李雄心，李雄心啊。
那妈上心你妈上心啊！不小不小。你上心同好伙。龙溪龙溪桶，龙溪桶，龙溪桶，有泰國，有泰國，同我媽咪啊，苏东边，伢同好伙，木工厂，木工桶，咁而條絲绸要熟絲地震，现在都熟悉嘞。寫時真係翻過皮啊，寫時也是按眼導的啊，我細細個行下人道，今日我行下邊條，我細細行下。哦真嘅，哎呦，天氣同志看到啊，我看到啊，看到都大歡喜呢。某電台做到男主角，喺某電台嘅事情呢，咁而寫時有來要去拜拜嘛，因為我小時候念的這個國小叫東竹國小，就在這個旁邊。哦，每天從東竹國小要回到家，一定要經過這裡。伊咪也啦會。下港你一天回來再拜拜。咁你阿妹呢？我以為啥？伊咪也係沒有做啲阿妹啊。日本時代每日嘅時間，不過冇得少，欠少。人來講咧，欠中多。哎呦，啲方言啊，嘅想冇辦法，呢個新族嘅新婦要。哦，全部咁樣搶，去搶咧，電器咯，香火搶過啦。過來是好哦，海闊天空。神地蠻好誒。嘅個啦風頂咧，乜鳳頂咧？哦，就係哦，大家都尤其啲啲客家人哦，就親有信心，係，大家都去解拜拜。府里嘅客家鄉親，單單係對土族廟駛過來嘅，也見昨天移民田，算係華東地區較早起嘅移民廟，到今已經有70多年嘅歷史誒。含較特別嘅係佢條到今還保留定傳統嘅禮樂。呢個廟啊，嗬，一年有3太節慶啦，係3太節慶。今日節慶到2月23，係馬祖山，係。今日7月20，係移民夜節，嗯，第3日受凍氣，係10月除夕左右啊，哦，啊，廿3太節來講啊，嗬，就要講繞境啊，嗬。哦，有唱嘅媽祖繞境，這個神教中哦。新橋，俾就金條，呢個金條對我哋台灣省來講，足見移民廟嘅，移民進駐最多人，最成功嘅。結果你喺先生啊、佛教啊，也從學西人嚟看到啊，講咩俗嘅嗬，基礎西人嘅大起來。哦，所以要學。佛教先生教眾同志就係即係老師去教佢。理事長家下講到嘅神轎出巡，就係對新婦搶來移民日過後流傳到今嘅禮。對清早嘅兩沙講轎，變到一下26、3年來講，一下就由東族國小嘅小朋友來為大家表演咯。一啲講神轎嘅小朋友都係用無課嘅時間來參加訓練，行家見到做嘅客家花布衫，略略有到日本風格。現在按呢嘅法通，就係照日本時代嘅法通形式傳下來嘅。先生教嘅同學，先生，你好，哇，請問你姓乜噶？香鳳，同乜噶？黃正奇，跟人家同學問嘅江夏堂，拱下堂，哎，咁你會唔會想去搞啲小朋友啲抬這個神教這個活動？那我們想說，我們發展我們學校的特色，對，跟我們的那個社區結合，所以我們發展跟社區一樣的是抬神教，是我們義民的特色。要算係全台嘛，唯一的嘛。哦，我們目前知道是這樣子。哎，那冇見啊，萬歲，鼓掌一下！全台唯一。不送你這樣搞了小朋友，你會都有客家人嘛？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哦，客家人，差唔多全部都客家人啊。哦，不送要講要講客家話嘛？馬上要講，下一次咧，要講誒，要講，馬上你要講咩啊？你我都乜改名？海飛啊。你叫什麼名字？葉家偉啊。哦，你係客家人嘛？係客家人。哦，你姓葉，那你知道你的堂號是什麼嗎？南洋堂哇，小朋友是弟弟家同學會問佢同。感謝小朋友帶來咁精彩嘅表演，接下來就換兩位阿哥來講一名掉咯。
小心！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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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你有两头，万岁！一正哥哥，万岁！30岁。哇，辛苦大家。嗰一拜感謝動作國小嘅小朋友表演嘅費用啊，就請小眾阿哥兩好誒。兩位突然去那個地方啊？一个轻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哎呦，C10是在两位的地方。对，就是我的老家。都有钱的，你看开 BMW 哎，哇！请牌是哦，现在已经卖给别人。哦，卖的嘞，卖的嘞。哦，哎，头发鸟不可按吧，按开哦。用边啦。以后我的祖父会剃头。剃头哎，剃头师傅。哦，剪头那么哎，一边是这个住家，另一边就是这个理发店。因为宽斗这边有一个大水沟，也是开放式的。通常我会经常在这里面，有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这衫服会洗。现在太年钱了，用你啊，零钱会掉到水沟里。我都在下面捡。你看懂得钱都能拿买零钱是这买东西的。弹珠。你要会带嘛伞的嘛？要看看。说是嘛？一点的嘞，一点的。因为用金针做成冰棒了。那就没给蜂蜜清好，蜂蜜浓厚，等它你的湿度就零。哦，不是加上蜂蜜，蜂蜜是风味，风味。哎呦，非常浓郁。看起来动作嘅唔同嘅店咧，味道同特別有奉茶嘅味道嘅。哎呦。带嘛衫的嘛？要看看。说是嘛？一点的嘞，唔記得，而買件盤嘅唔記，阿爸爸買盤嘢係啊？阿爸。係啊，來，開始你要看過。雞毛來加過勞加煎。這。哦。爸爸媽媽以前都會回來啊，常常回來啊。會做來了會，等於你跳無限咧，撲起啦。他我真的沒看過。可是我聽他小時候都在那邊玩，我知道那邊玩水，以前洗衣服的小溪嘛。對，每一次回來一定會來這邊看看。爸爸媽媽上班，他們就兩三個兄弟姐妹在那邊玩。哦，真勁哦。他媽媽會講啊。福壽，你喺老家爸爸買的冇嘅係啊？差不多。哦，買幾多年咧？35年。哎，差不多30幾年。像你哋看到日本人有演到嗎？很帥哦，很帥，對不對？他爸爸也很帥，他媽媽真的是氣質超好。福壽唔該，你真的，他媽媽那種氣質真的。他媽媽懂講。找不到，他氣質非常。這個遺傳真的會有遺傳。嗰兩阿妹，哦，阿妹一定要上了漢家嘅木竹，哎呦，人哎呦！我小時候有一個故事，有一天呢，我在我們家自己床下撿到一堆領帶。床下撿到你要不扛，對，但是爸爸媽媽告訴我，小孩子要誠實，撿到東西要送醫派出所抄，派出所特別表揚我，因為那個領帶很矮爸爸，兩爸爸等於說是自家人演的這出戲，沒有，我不曉得，所以特別要跟你講，哦，還是上電好，來看你阿妹做的，相片做得不看到嗎？做的，冇問題。有獎嗎？你等一下啊，你看到嗎？看到有相會獎嗎？啊，太子。對。漂亮啊！以下嘅義診就做得講係有萬事足啊！連沙鄉親看到婦女子宮太民生現實，咪都當熱情來上家門，歡喜到見講頭牌嘅事情。這個位置就是以前我們家的客廳，我們家在早期在這個地方哦，是第一家有電視。哦，頭擺有天師某電台電視，你看14寸跟黑白電視。最最時的只有台視聽。那時候花蓮只有台視可以看，那時候大家都要看什麼？看棒球，3級棒球，尤其那個少棒的時候，哇！每次半夜街坊鄰居就會，我們就大家都會來看，門就打開，可以讓他搞落。熟一點的大家就擠進來看，不太熟不太好意思就躲在屋外這樣看棒球。看到早上，哇！太搞歡喜，然咧，頭擺還會放鞭炮，放鞭炮一定要放的，真勁哦！哦，那時候真是太盛行。幾50年前嘅老舊事，義診還當記得，像韓地木竹頭用嘅。
大帮六日韩嘅世界翕無天，上嘅老見比也一切帶咗去本年啲台北嘅阿爸來分享。係個見比小組咪貼片前到位嘅義診阿爸，講是嘅農會同事，詳細講講是婦女米嘅沙皮。咁唔滿意下哦，家你老家爸爸向下為那農夫也好來大片個麼？一米啊，婦女嘅米啊吼，你有冇有按油名哦？去店迄很多得天獨厚，得天獨厚，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條件，自然條件。迄中庸山脈，嘿，里片迄很多海海岸山脈惠安山脈那邊，惠安山脈，哦，所以了兩條山嘅途徑，有特別無窮容。里亞片是像別人講啊，很多破碎帶的土地。啊，嘛個破碎帶，地層的破碎帶，破碎帶的土地，用沙沙的老奶橋咧。哦，改變是太平洋，改變西側，西側了按拖下去了是按到丘陵地哦，一丘陵地嘅所在了奶就係黃色的奶，黃色，有嫩，有油，非常油。雖然韓國有一種天然條件嘅話，要東海岸嘅產水，啲要沙碰包出來。哦，古時候其實老那種泡茶一定要用山泉水，因為山泉水的水質是最強烈又最甜的。對，天種條件，品種廣福淺，因為台灣冇呢種嘅鳳來米，係啲日本傳過來，經過高雄農業改良場，品種高會改良，改良係嗰種有兩個按到高雄139，也講起來是兩個爸爸，做了個按到婦女鄉農會嘅總幹事，其實以高雄拿過嚟嘅種，拿過來種。原來按有名嘅婦女米就係啲義診阿爸嘅書項開始發展出來嘅呀。婦女米又軟又 Q， 當又香味。喺2005年到2007年之間，韓省外銷去日本，為按台灣米打出國際名聲。講起嚟家鄉嘅好米，再來義診愛為大家來紹介花蓮啊、東南看到嘅百年火鳳哦。特別帶你來就在我故鄉竹田旁邊，這邊叫馬家路。馬家路，嘿，這個地方的地區叫馬家路，所以今天要特別謝謝理事長，因為他特別為我們找了一個100年的客家祠堂。哦喲，我看過東島啊和火鳳啊，吼，超過100年來吼，真係冇講東島嘞。對，如果保留下來很完整的話，冇簡單。對，不過那牛皮呀，你問一下，牛皮豆香咪冇？好香的味道哎呦，看咖啡開機啊！大家好，一陣來咯！好，好開機，你阿哥做乜嘅？包裝咩啊？哦，唔錯呀，好唔錯。啊，有見到包嘅唔錯，哦，小嘅嚟嗬，真好的。有菜脯，有香菇，有豬肉，牛屬是義診嘛？有第一嘛？第啊！你而家邊啊？你而家邊年咧？過年嘅年咧？電視上有看。有看過？哎，有壽司夾爸爸，還有夾有。你有壽司夾鳳很多，王聰喜呀。係王聰喜，嘿，真嘅啦哦，縣農會總幹事。對。一道中嘅媽媽係翻理事長為到義診特別安排嘅喲。竹田村種拿東島，義診4月時節到5月節之前，都會去種拿各竹葉拿去市場販賣，賺到嘅收費。仲係對義診來講啊，真見有當親嘅感情，還有特別意義哦。其實它不用包任何東西，它那個有那個紅蔥頭在裡面。紅蔥頭就很香的，客家的。我們看你味道，因為這個種葉不一樣哦。這是桂竹筍的葉子，對不對？那是媽媽的味道，阿婆的味道。哦，真甜，好香哦。夠讚。哦，好，對嘛是啦。跟蜜都去啊，蜜啊。好吃。真的，一吃下去那個紅蔥頭的味道，還有那個菜脯的味道，馬上，整個嘴巴的後生了，後生了，後生。
好开心啊！前2天还给米农给表姐啊寄那个油葱酥本来，哇，拿到那个就是美浓的感觉，又好高兴。然后你不管是买开东西，加一点油葱酥哈，然后还可以喊你很多的印象，很多的东西就马上萦绕在脑海里面。哎呦，你买个东西，按这边的礼物。礼物啊，哦，来了要失踪的是董欢喜啦，还有礼物哦。要边吃？两片山油哎，按这边。对，我家旁边就是60担山，对不对？嘿，60担山最有名的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对。金针花、金针汤啊，是懂得啊。对啊，金针花海啊。不过呢，现在还不是季节。你还买个东西，按这边，金针做成的，看一下。好，厉害啦！就这个饼呢，全台唯一，你做的啊？我喺苏北路台做的。啊，真的哦！哦，你们上个用金针做成冰棒了。那就会给蜂蜜清好，蜂蜜懂哦。等下你湿度就低。哦，不是加上蜂蜜，蜂蜜是风味。风味。哎呦，非常浓郁。看起来东竹啊不同的饼呢。哎，油葱啊。哎，油葱。啊，试看看那米汤用办。金针的味道啊。切哦。米汤冻贴边有奉茶的米汤诶。哎有。嘿，这还有东涌奉茶嘞。哎。奉茶还有个梧桐，梧桐的米汤，粉红。一般的很多饼内啊，它是很多那种用香精做的，比如说它是香蕉口味，它是香蕉的香精。这都是原料。这个你看得到，它的金针是整个都在冰的里面，整个在里面。这个就是骗不了人的真材实料，真甜呢，吼。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好的。来，你来酱呀，等下好朋友好嘛。有冇看？金针花鸡嘅饼係花蓮64山嘅新產品，味當甜，還食得到金針脆脆嘅口感，完全冇金針糖酸酸嘅味絲，冇想到會咁好食呢！接受睇鄉親熱情嘅招待，就係好好嚟燒嘅記錄糖了。香味嘅巨鹿糖，你喺客家人有名堂啊，T拜哦访问到的糖號，冇年啊，哎你前度沖涼啊，100年嘅歷史嘅，歷史嘅貨房嘅，全部用木頭做嘅，你看到冇？你睇木頭全部，你睇有幾多年嘅歷史了不？啊，等下木係民國4年蓋的。你100年還冇 fight 冇簡單呢。哦，你要做乜㗎？做大米茶。大米茶係啊？哦，啱講。那東西你看那個無色的幹嘛嗰種？鹽，黑色那是鹽。黑色的鹽泡出來後，黑鹹沒錯冇？是鹹的。它不會鹹，因為唔好點？稍微一點。給你吧。好喝哦。木係民國4年蓋的。你100年還冇 fight 冇簡單呢，副總。姓魏的為什麼叫做巨鹿糖？相當於記錄堂幾兩時啲太了嘅時間啦。佢帶嘅地方啊，嘅依個地方我都記錄嘅所在。同好食好味嘅時間來了，上每年嘅老祖公，聽講係祖文王第15個來嘅，也就係畢公公。佢後世子孫畢班作為晉國嘅大夫，本晉獻公封定威業，也就係上每年嘅年頭。另外會用記錄來做堂號，喺現在漢朝嘅時節，危險來擔任記錄太叔，還啲也傳子傳孫。過後上每年就用記錄來做全網堂號。咁二條啊，你有冇來到呢地方啊？以前阿太嘅時節，都嗌公啦、北公、鄉下過來了。啊，最成日就呢腳腦啦，嗌北公腳腦。腳腦。腳腦係。樟腦。嗌得呢有兩夫人。哦。有兩夫人。之前用嗌北公啦，嗌公一世夫啊。有3隻門牌啦。3隻是不能。57號，加邊就58號。58號係。還有兩位還有一隻。你看到嗎？係古早嘅門牌。馬家路。哦。
头摆时间，嘿要不来时间，很多马加路，他叫马加路。哦，你还很多东西。你还有咩迄马加路啦？我哋老人讲咩迄讲马加路啦。哦，不过门牌变了。对。我习惯还是叫这边叫马加路。对，因为我们都没有把它拆掉啊，舍不得拆掉。有历史，不要千万不要拆掉。真给，对啊，看这两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两个叫做糖眼，作用通风吗？哎，有通风的作用，还有就是过世的这个，譬如说他的祖宗干嘛？等于说他有两个眼睛，这一某统都亮辉嘛，看顾着。看着这个子孙有没有在努力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叫糖眼。哎，你看台湾看到人家糖眼，全部一般都是用砖土啊，或者是瓷砖周围，一般都用木头周围。哇，这种有特别。1915年起嘅外部記錄堂，到今已經有101年嘅歷史誒。當時起嘅下，現在花蓮地區東少轉呢，故所就用當地嘅思維來起。將變做亞東古色古香，有當鐵片用樹作為火風鍋，每本人大開眼界。接下來2-3年，我行到羅山村，一片有一個客家鄉親，我用客家傳統嘅美食，請人按眼來嘅太面神了。甜咖喱有加炒诶，嘿，哦，闻到味道。哦，要米通，哎，小番米吼。我哦，你家做嘛个？做大米肠。大米肠嘿啊。哦，然后那东西别看那红色的，干嘛个东西？盐盐啊？黑盐。盐，黑色那是盐。黑色的盐。那黑色的是米黑啊。那放那个。哦，啊，这慢慢是出来诶，你看到吗？哦，是工地来的。按时多的嘞。好快啊！按价啊。哦，哎，你老该爆米花有冇爱无恐龙的地方啊？我爆米花是用压力的，人家迄种收热。哦，爆米花是用压力让它造成会按爆米汤啊，按爆出来。你是用加热黑啊，一直炒。也就是清傳統、清老式米嘅客家炒米腸了。聽講炒米腸係清朝光緒年間喺廣東地區起始嘅。係江中人公認嘅時節來搶眼下嘅甜點，有時節每位家業擂茶地度強下食咯。傳統嘅炒米腸係用沙葉來炒米，唔過調價改用鹽來炒，效果啊很較好哦。炒出來後，嘿，鹹的，好冇？是鹹的。它不會鹹，因為唔好邊稍微一點。哦，那個鹽的那個鹹米都唔會熟啲啊。唔係，它是有經過太陽曬過以後，它很乾燥。哦，我說誒，生啲啊？收點嘛？快點。生啲係生甜的，錯冇？是甜的。哦，這個是吃甜的。不容易。那是說它可以嘛？哦，要快一點，不然焦掉了。不然焦掉太久。因為它這個爆動太錯冇？哦。那個讓它也當戒指也散熱，然後兩個鬍子它會壞掉的。經過這個研發也散熱。早期是用沙子，客人說會吃到那個沙子有吧？哦，肉頭黑鹽是自己做的嗎？沒有，它這原本是鹽巴炒黑的。哦，鹽巴把它炒黑。加熱以後，加熱它自己會變黑。哦。頭家講炒米腸通俗啊，天錯一夾，炒嘅時節行我啲順頭，換乜牙糖漿，時間要控制到嘟好。米腸炒熟嘅，加落飯頭胡麻嘅，啲少少嘅時節淋上滾滾嘅乜牙糖漿，1分鐘都做唔得糊到喎。我說那東西等特別，他要把所有的那個麥芽糖炒到每一個米粒的中間，讓它們不分離，按摩便當。你去試啦。按，做得會熟嗎？唔會哈？這不一樣。哎，不會。哦，然後是哦，哦，那米通，哦，那米通跟麥芽糖跟相聚，還有那個最主要是，你看你用的米吧，炒過的米它是有點溫熱的感覺，然後米香之後，慢慢那個芝麻的味道又跟着出來。哦，很香哦。剛吃起來口感比那個一般吃那個爆米花還要脆，還要脆，很脆，然後口感很扎實。扎實，厚實。殺好了，我切。好。你呢？完全非常完全是那種扎實那個脆的那個感覺。一聽到那聲音就很想趕快把米飯放到嘴裡。我去吃了。哦，它小小的。我覺得這個冰凍之後，可能我媽懂我，你看到嗎？口感就不一樣。哎呦，你看看，哦，哎呦，你看，哦呦，哦，你看那個，哦，麥芽糖，哦，
哦，给你吧。哦，哥哦，哦，很脆哦。这个糖也很特别，对，不会这种甜，还有做嘟嘟吼。还有做两种口味，那可以当啊，还有一种诶橘子皮的。橘子皮的哦。真件係當好食呢！尤其係調價含貼片用自家種嘅有機糙米，保留嘅含較多滋養，含價係用炒嘅，米冇完全爆開來，口感含較質薄，含較脆嘅。那把王松井手撕嘛，手撕嘛，我弟弟你讲讲了是不是？哦，听说了。先说哈，那做的把这个带回去给我爸爸，给爸爸吃嘛。可以。用富里米做出来的炒米香，多点哈。做了礼物。连这个这些。然后，我就是回去这样炒。真件係好山好水出好米呀！食睇炒米茶，2、3年繼續行工上，就來到嘅羅山村嘅秘密花園。安靜嘅風景，以真當然愛收嘅本大家。这个地方叫羅山，羅山，嘿，这个就是羅山瀑布。羅山这时候以前是这个火山岩挤压而成的一个地形，所以它是从这个挤压地形当中山中窜出来的泉水。羅山水村係海岸山脈西邊前有名嘅水村，由北浪公察岸高，喺台九線太魯檔就看得到白色嘅水村，掉喺山壁之間咯。有没有青年？哦，你突然来到天蒙之冲诶，哦，要山产的水啊，好清凉的山泉水，含量哦，含疏爽哦。羅山瀑布流下嚟水，哦，真嘅，哦，湖水了了尾米，按地方是有牙偷梨，那水又甜又绿哦。谁来时节啊？常来这边远足啊，水非常清凉。对啊，哦，那我做这个捡石头，捡石头。你捡石头会干嘛干？花莲很多河床哦，可以捡这个石头，有非常特殊的形状啊、样子。哦，后摆时的做的哪？抓下做唔定呀，抓下做唔定，抓去保护嘞。对，哎，不过你洗时的有两个石头呀。要，那现在时节哦，可以去捡那个石头去卖钱啊，做了卖钱哦。很多人那时候流行这个石头打石子地，有没有？就是来磨那个黑石。哦。1斤3毛钱。一大斤这么大的3毛钱，后摆跟那按做该塞条去卖哦，捡去卖啊。而真講啊，4月時節啲婦女嘅童年真件當快樂，國族一飲石頭，見過行見穿到嘅收費。唔過你用啥，做唔得再個搞誒。理事長愛帶丫頭去拜訪婦女，讓我見當有特色嘅小屋火房。小屋嘅老祖公來到花蓮發展嘅過程，咪當有故事先咯。喺這個日本時代啊，1895年改下嚟嗬，日本人來，佢哋來嘅就屏東上來呢嗬，這個日本屏東嘅新北鄉，哦打鐵莊啦，哦打鐵莊然後都起來反抗嘛，嗬，當然啦，佢哋拿嘅腳條啦，哦鐮刀嘅啦。打唔讓人拿草嘅喺度動上市嘛，所以本佢哋平時之後呢，嗬，5年之後啦，日本人都開始啊秋後算賬嘅點哦，都一撒都係去堆咧，哦。但係老媽媽感情又會暗厚。因為媽媽她也把我訓練得像你強人這樣。哦，用心良苦。對，這個叫做愛之深，責之切。後來。我才跟他說，我還是有一點誤會的。我媽媽也過世，高神呢？以前覺得她的嚴格是覺得哇，跟媽媽怎麼會這樣？媽媽怎麼為什麼我最小應該最疼我？看到你這個送母親，我想念媽媽的感情也來。嘅新北鄉，哦打鐵莊然後都起來反抗嘛，嗬。當然啦，佢哋拿嘅腳條啦，哦鐮刀嘅啦，打唔讓人拿草嘅喺度動上市嘛，所以本佢哋平時之後呢，嗬，5年之後啦，日本人都開始啊秋後算賬嘅點哦，都一撒都係去堆咧，哦，T 字胎嗬，你啊，而家。
主人的吼，而且加阿太，加阿太吼，都怎样的呢？有因呢吼，日本人来吼，都爱问讲加阿太啦吼，讲阿金无彩啦，佢出去山东做事啦，逃过一劫啦。加阿太看到哎呀唔上色咧啊，客家吼，该保护嘅吼，个款款的吼，土家阿公救世天天啦。我上个班就做去东港，都按边过后山来。边了，嘿，边了。范太哥哥，讲是晓木嘅老祖公，归路嘅顺带龙桥比南路，也就是阿龙一家，对乡村归路嘅来到东片。唔过沙啲马家乐福区呢，都多位出来吃人嘅阿米葱儿，过后经过伊咧头门来叫，将迄啲福利鸦片。都来家下呢吼，冇把个钱啦吼，阿妹冇把个东西嘛吼，都了做打理工啊。咁只期间吼就都到几年啦，哦，呢个同山行吼，叔叔，阿叔叔啦，佢咪带到啲吼，有关系嘛吼，态度有关系啊吼，所以就买到个错咗嘅吼，今后错咗个人脉，哎呦，天天的发展起来，这种系中医，方面嚟佢哋手大姐阿伯吼，咩方面吼，日本时代佢要去考到个中医上个执照吼，做啲开诊所，按落来。哦，佢哋个主神吼，咩当火神啦，有啲种下冇钱吼，嚟看看啦，冇拿钱吼，佢咩唔会拿去拖啦。看我懂有三型。就做的后行嘛，你讲啊后行有后波嘛，是都按用发夹起来。看那货房的东西，看到咧全部会用彩色的嘢，都来介绍下了建筑。传统的吼三合院啦，不过吼太搞会感觉奇怪，你懂三合院吼，该相反，应该是一个什么 U 字形嘛，对，也边冇，用木看到条线，插铁咧，也就眼睛冇插铁，冇插铁，佢哋咧吼，也都按到后龙啦。佢哋后龙唔係標條線，變後背啊嘛。用愛用標咯，很奇怪哦。最他眼睛就講，佢哋門面啊吼，去做生意用啊，診所嘛。後背在帶人，後背呢帶家族嘅人。哦。他就一點無強嘅所在吼，他家看咧，一蹲嘅啦吼。蹲嘅要懂講啊。無強咗吼，就直起來。你有冇用竹子做一個梁柱？也做講吼，也正在做鞋啦吼，都係講。過服兩節啦，嗬，不服過型啦，技師都愛用，高風亮節。以前有一個寫詩的時候，寫說它是秦朝像有那個竹子的秦朝，所以嗬，日本人嗰度最特別。還有兩個點麼懂講的嗬，這是木刻的啊，那這個叫做什麼？叫做穿雕，不是穿透，穿雕。哦。也總行啦，嗬，人講嘅面田啦，面田係一間戶嘅，嚇同我最重要啊，都按而家嗬嘅祖先啦，一個佛祖嗬拜拜嗬都標一叫做面田，也就是我們說的明天。普通所說的叫中堂啦，就是這樣子。然後兩邊呢，嗬，左青龍，右白虎。所以你呢就字老大就是左边，老二就是右边，左边呢是135，这个右边呢是246，它是有规矩的。以前台湾人太有錢啦，這個透洞都不用啦。係啦。也間小屋河南堂係1928年起嘅，也下還有屋主熊二子係第一打備，不過現在熊二子身體唔舒爽。就先請范太哥為俺來收結。那看到亮唔亮？我讀書師啊，邱正邦啊，我上一擺吼，甲廖以橋啊吼，甲竹洞甲邊啊吼，全部了挖，全部佢挖的。他是很有名的畫師。對，佢法蓮啊吼，了鐵縫啊，鐵擺看到佢作品都了鐵縫。呀，邱正邦吼，佢哋喺泰魯嘅同山拍，我爸爸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名嘅畫家，過嚟呢片吼。什麼10世紀下佢都係有個歌嘅，差唔多20世紀下佢都出嚟畫嘅，所以佢嘅畫作嘅風格、歷史故事啊，韓國有現代，現代加下喺日本時代嘛，所以有那些什麼腳踏車啦，那個是現代化。雕梁畫棟，你唔會輸貓咧，真正嘅壁咚都沒有和他講，我佢都雕工跟那個畫工。看起來啊，都會啲。
懂事吼，我去到按样来哦，一定要懂博的人，哎，懂博的啦。哎呀，那懂有钱啊，懂有钱。哎呀。家下范太公有講到，福州熊兒子嘅阿爸開業漢藥行，天天呢賺到錢過後，才有能力去夜間火房。另外負責嘅法師兼雕刻師邱振邦，咪喺1928年喺啲台灣，也係邱太師啲陶造物以外唯一嘅作品，咪係佢認為真好嘅作品。廖邊吼，迄幾年太鳳吼，太鳳要做這個刺肩。刺肩也就是說我們左邊的，都是老大，那一邊的刺肩呢就是老二，所以老大呢他是開什麼？他是開中醫診所。看得懂，各位觀眾看下，肉頭擺時節了哈，這個裡面還有放一些那種藥啊，要做好風味上個做過啊，哦，要做過哈，哦，啊，該做以前該出的啦，該做抹邊。哦，肉頭擺時節，有歷史的那個哦，你看雙波還有寫它那個藥材的名稱在這裡，你看龍眼花、白茅根，啊，你看，哦，還有小藥盒在裡面，哦，之前他都按做法，真嘅，哎，還有啊，剛才你有講啊，哈，一般來講優質其實向前嘛，這個是向後，我們，嘿，會不會我們來往後面？我們到後面來看一下，會不會來看一下？好，來。王博士對下位，你看到冇？會不會暗蟲？哦。大家日下看到嘅小屋後院，就係內宿舍，也就係有史前顛倒過來嘅火房屋。不過兩邊嘅房屋已經拆堤起過嘅。1952年，花蓮發生7.1嘅大地震，小屋火房是由部分廢鐵天天。經過80年，旱地後山花蓮起到采采。你好，看到啊吼，熊醫這了解了未？係啊，佢本身啊吼，你唔係做中醫錯冇？沒我的台北。啊，台北。本來是要移民去美國。去美國。回來看家裡都歪了。房鐵咧，我靠房鐵。都歪了5寸了。我就趕快回來。把它重新的。啊，他們就說，那乾脆賣你算了。我說好。哦，你們看家一個人拿90萬 ，OK。哦，就繼續把這個老家維持下去，這真嘅是用心。熊兒子幾下年前變腦筋，一下老費用2-3年喺啲火房度。雖然講身體唔舒壯，不過佢還係用靜態嘅力來維持火房嘅效用嘅。啲其中一個建房地圖，係刁難之家寫嘅一大篇，寫定對阿妹嘅實驗。剛剛你有冇情緒那麼激動？因為看到後面這個宋母親因為你這要給一家懂會發發，媽懂會寫了，懂會寫字，這個就是二姐寫的。她是熊，懷念熊媽媽，熊頭媽媽，感覺老媽媽還感情又會暗厚。對，因為媽媽以前，我比較會做事，我是老三，因為弟弟妹妹很多嘛。我都做小媽媽，都要餵弟弟妹妹吃飯，一邊抱着一邊不記都是調班嘅媽媽係按用嘛，全身都不敢生。因為我比較會做大人的事情，所以他就對我很嚴格，因為他要把我訓練得像女強人這樣。哦，用心良苦。對，後來我就去台北。我賺很多錢嘛，他就講給我聽，他會對我講，就是有心要訓練我，像男孩子這麼強壯這樣。這個叫做愛之深，責之切。後來我才跟他說，我還是有一點誤會的。我家三個小孩，我最小，我就現在也想起，因為哎呀，我媽媽也過世，高神嘞。以前覺得他的嚴格是覺得哇，跟媽媽怎麼會這樣？媽媽怎麼會什麼？我最小應該最疼我。反倒是媽媽離開之後，越想起媽媽那個對你的管教，真的是，她把所有的愛都灌注給你。對。這樣講，我又想起小時候我媽在這個廚房裡面煮菜的時候，常她講，看我從這樣往下看，慢慢看到我變大往上看，那個感覺，我看到你這個宋母親。我想念媽媽的感情也來了。真嘅，我媽媽吼，
对你会这么严，你其实是期待你是可以更好，对，希望然后望子成龙那种希望。他就不管你了。对，是这样。因为娘妈妈按你对你才有法度哦，发发又发都按离婚，下书法又下到暗号。容易只讲细时节做唔错事情，阿妹都会发记牡丹6公钱嘅4条来写，打下嘅技书法嘅基础。阿妹高升过后，免去头摆怪厌阿妹嘅事情，故所写嘅耶稣送母亲来感谢阿妹对自家嘅教师。今日有生意冇？伊3年。3年。有機會嗎3個攏唔要講下。唔要講客家話。我都教閩南人啊。全部教福隆人哈。其實都先講好了。都我都差唔多40年、50年冇做。伊做人使學本無嘛，個曉講。講無安好勢咧。所以就得唔記得。你講那個親牌聲，原來我完全我也不會講。媽媽過世之後，才覺得哎，我媽一行應該不會講好話，親對不住啊。我媽在9年前因為癌症過世了，一直沒有把媽媽的語言學起來，那個念頭一直在我心裡。我媽媽過世的越久，我就覺得越對不起她。差不多在3年前，有另外一個客家電視台的電視劇又找我。那時候我就下定決心說，雖然學客家話真的不是那麼簡單哦，雖然說人家嘅客家唔係講得動厚哦，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多多少少，也許我講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現在基本上我聽得懂大家講什麼，所以那一次就下定決心要把客家話學好。因客家嘅有名同창동真嘅有發土來到了法典富里啊地方，做的看到咧全部用餅嚟做嘅老房，還有按特別咧。它的尤其是後輩，還有看到了客家語這樣對媽媽的愛，當初客家語嘅媽媽的愛，真係學到很多東西啦。其實我真的很感謝客家語有名頭這個節目帶我真的這麼深層的回顧我自己的故鄉，重新再一次認識我自己成長的故鄉，還有以前看到爸爸媽媽的一些老朋友。哇，很多的回憶湧上心頭，那個真的太棒。客家人有名堂對北到南，受嘅嘢千度嘅風風係要同好，唔過也拜協曉福嘅河南堂，實係千貼嘅經驗。容易至身體唔舒服，唔過閒錢堅持，就算係自家一生嘢，未愛總係曉福嘅風風，一種堅毅唔忘本嘅精神，本恩當感通。未希望安尼嘅精神為催本大家人，客家人有名堂，下禮拜見面了。